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K。香港樓市呢幾個月真係好旺啊，特別係啲優質嘅豪宅項目咧，成交係好急好快。咁就好似我今日嚟到嘅呢個九龍塘全新低密度豪宅 Park College， 我仲記得11月頭嗰時咧係拍過佢哋一間嘅頂層複式大宅，連埋一個私家天台嘅。咁結果條片出咗街之後咧，其實喺1個月之內就已經係揾到咗一個有緣人嘅啦。咁 K 今日好榮幸咧，再次嚟到咗 Park College， 就拍攝佢哋呢一間同區供應真項嘅一個地花複式戶，成個實用面積咧係超過3000尺。而個佈局咧就係4間嘅套房，最特別嘅就係佢係連埋咗一個咧自己嘅私家花園嘅範圍，令到戶主同埋屋企人可以隨時享受到鬧市入邊嘅一個寧靜綠洲嘅生活。咁大家見到而家呢一間地花複式戶咧，佢都做好晒全屋嘅一個品味裝修啦，成個裝修風格就同成家再過一間嘅天台複式戶係互相呼應翻，都用翻呢個意大利紅酒作為一個設計靈感啦。咁就係希望可以為戶主打造一個咧意式優雅品味生活嘅一個空間嘅。而家嚟到呢一個飯廳嘅位置咧，都可以足夠放到一個10到12人嘅大餐台，仲做埋咗一個嘅中度吧台啦，係一個 open kitchen 嘅 area。咁呢個開放式廚房咧都會準備咗咖啡機、蒸焗爐啦，同埋烤箱嘅。我哋嚟呢邊咧仲有一個比我仲高嘅一個紅酒櫃，就係家庭客最愛嘅一個緊廚設計。佢嘅間隔都係長而深嘅，咁可以方便翻工人姐姐去靈活備餐。咁入邊都會配置翻歐美知名品牌嗰啲家電啦。由呢間廚房咧就好輕鬆咁嚟到咗私家花園啦。而私家花園嘅面積都係過400尺嘅。阿 K 好中意佢呢個小瀑布嘅一個裝置，放假嘅時候咧都可以接觸翻你新朋友過嚟咧，一齊搞翻個 barbecue party 啦。因為佢配置咗呢一個銀幕式嘅一個落地玻璃窗，再喺私家花園嗰度咧都好清楚望到屋入邊嘅情況嘅，可以更加好咁樣保障翻小朋友嘅安全啦。穿過呢一個拉透門，可以好輕鬆咁樣入翻嚟屋內啦。而佢地下嗰一層嘅層高都做翻4米俾你嘅喎，在生活空間都係非常之寬敞嘅。咁我哋而家一齊用佢內置樓梯睇上面個4間套房，我都用咗啲動勢嘅材料去做翻呢一個設計裝修嘅。咁就希望咧可以將呢個藝術同埋大自然元素咧去融入翻呢一個現代嘅間居裏面。發展商將其中一個房間就改咗成一間書房，我哋一齊嚟睇下。而且佢仲特登換上咗呢個以馬為主題嘅壁紙，去迎合翻呢個馬年。咁我哋嚟到咗最入邊嘅一間比較大嘅套房啦。你可以見到放張雙人床之後咧，都可以做到3邊臥床。所以咧呢度亦都係預留咗一個位咧，可以做翻呢一個嘅書櫃嘅。同人哋做咗2個特大嘅一個衣櫃啦。咁我哋而家嚟到咗亞洲重頭戲，就係屬於主人嘅一個全套房啦。你會見到牆嘅兩邊咧都有好大嘅一個走道位啦。你會喺嗰邊咧就自己放翻啲沙發椅都完全唔係問題。咁呢邊咧都預留咗空間，做翻一個特大嘅一個衣櫃啦。除咗頭先嗰一個大衣櫃之外，喺呢度咧仲額外做多咗衣帽間嘅範圍，咁一個步入式衣帽間嘅一個設計啦。咁將個衛浴無論係空間或者配置都一定係最好噶啦。首先你會見到一個鵝卵浴缸啦，後面會做翻乾濕分明嘅淋浴間同埋呢個獨立嘅坐廁，亦都係大家最中意嘅一個光線嘅設計。呢間地花複式戶仲有個好大嘅優點，就係佢係俾咗呢一個獨立嘅入口嘅喎，咁就可以保障翻戶主同埋佢屋企人嘅私密性。咁 Park College 咧係一個真正位於九龍塘嘅一個全新嘅低密度豪宅，成個項目只提供11伙啦。間地花複式戶之外，佢另外咧樓上仲有1400尺嘅3房套嘅一個標準分層單位，同埋仲有最後一間頂層連埋私家天台嘅一個複式大宅。另外項目都係位於呢個著名嘅41小學校網同埋九龍城中嘅校網。咁區內都有多數嘅國際學校同埋呢個本地嘅名校，包括喇沙同埋民生書院嘅喎。如果你想獲取項目嘅一個詳細樓盤資料嘅話，或者過嚟參觀佢嘅現樓，咁就盡快加翻阿 K 一個微信或者 WhatsApp 好友啦。今日介紹就到呢一度，大家繼續支持阿 K 頻道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